刚讲一句，台语有艺术。大讲一句的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头家。我这个人哦，平常时啊，除了赚钱，无啥物特别的兴趣。人下要讲，可能就是买车啦。咱今仔日要讲的词就是轿车。轿车汉字写作轿车，罗马字写作歌谣轿、私压车。轿甲车拢是第一条。轿车就是私人咧驶的小型汽车，嘛叫做自家用的轿啊。若是租的，就叫做海亚。因为轿车是咱台湾真普遍的交通工具，会晓驶车就真做真重要的功夫。咱对车嘛要加减啊慢，才袂驶车驶甲咧过路。过路就是车歹去停在路边等人修理的意思。咱去保养车的时阵，较接触的有换乌油、顺麦德里、火珠啊、护丝啦、方向灯、大灯、卡动灯、handle路等等。拢爱巡一摆。车咧保养的时，会看到师傅用铁人甲规只车夹起来，伫车卡软来软去，咧巡轮啊、挡皮啊、延紧、延长。3分5时嘛爱巡看卖，敢会无乌烟？无，那加做捌杂啦车，死到红发钱就算袂好啊。保养的时阵，有时爱换部品，部品有原厂的，嘛有台码，介绍无同，好歹嘛无得确。俗语讲，行船走马3分命，意思是咧讲，做交通运输这道的，因的性命风险加真悬，做工课时本地就较危险，爱较细致咧。例轿车、乌油、火珠啊、护丝啊、挡皮啊、handle路、延紧、行船走马3分命。买车介欢喜，驶车爱细致。这部看了后摆去保养车的时，咱就会使用台语甲师傅开讲啊。今仔日的大讲一句就讲到这，多谢观众朋友的收看，咱后摆再会。你在冲啊！